前一阵啊，在丰泰山道里是互高雄200多间学校受灾，拢总有8000多丛的树仔全安尼倒去，甚至有校园的这树仔呢是去地歹厝边的厝顶，住户要求学校要赶紧来处理。有议员是认为讲，这教育局应该要有配套的措施来协助灾后的重建。也那教育局是表示讲，会请示教育部来研究调整公共意外保险处理这款的代志。 学校边这间店头的厝顶拿落去，到单也未处理。原来是3道里丰泰时，这间国小内底树仔地歹厝边的厝顶，这修理费用煞是校长甲家长汇出的。而且这毋是唯一的一个案例，因为丰泰时高雄有200多间学校拢受到损害。有议员伫机会质询表示，每一间学校一年敢若有一摆修整树仔的经费，但是树仔地歹别人的厝顶，学校是无钱通赔。这校长家己去出钱哦，老实讲，这对校长来讲。 不是个好事啦，而且重点是我们都知道家长会是要做什么，家长会是要协助推广校务的，绝对不是把家长会拿来用在去赔偿所谓的我们的校数压到民宅的这一块哦。因为毕竟这是天灾啊，不是说什么人为的损害这样，而且天灾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啊，应该是。 要政府给我们人民保障，不是我们自己去狗胡赛。是学校啊的经费啊，都是应该是要用在学校或学生身上，而不是做其他用途。高雄市教育局局长表示，这摆高雄市的公立学校设备校舍叫树仔倒去，计共有3.85亿的损失。针对这件学校树仔地歹民众厝体，双方已经合计会赔偿，也请中央研议，将会针对天灾公共意外责任险做调整。我们现在会去研拟，就是说在公共意外责任险这边去提交请教育部这边去审酌，在天灾这个例子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一个保险的项目或是额度上面，是不是来去做一个研议来做调整？目前高雄市学校也在复原，教育局表示，一个月内会甲校园内底大型废弃物清运好势，财损的部分会争取中央来补助。记者顾兆阳高雄采访报道。